一个公司顺行。经过6道楼表以后，将伊发包动土。台南市长柯伟綽亲自主持7股区3个里的动土典礼，这是伊就任以后第30座动土的活动中心。市长就任了，对活动中心的建设也非常重视。伊任内拢总有43座，要规划43座，搁兴建。合并之后，咱7股区第一场，这个活动中心是兴建咱3个里，所以说对咱市府、咱市长非常100%的感谢，对咱第一嘛非常欢迎，也当成是大喜事啦。台南市府运用里内用地空地，新建3个里活动中心。周边环境也会进行美化，增加停车空间，将提供社区居民及团体优质的活动空间。这个工课应该希望工程会当如期如职，上好是超前完工，会当兼顾安全甲里面的便利。新建的3个里活动中心是1层楼建筑，总面积200平，总经费3162万，规划活动场馆、里办公处。以及社区团体运用空间等等，工程工期360天，预计伫114年1月完工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